到發聲社，我係 Jackie，我係 Taddy 啊。龍到屬猴嘅朋友啦，今年變動嘅，驛馬星嘅會容易轉換新環境啦，搬屋啦，甚至乎轉工轉換新嘅工作嘅，比較忙碌嘅，掛住做之餘呢，抽啲時間去下旅行，充下電，可以影咗粒驛馬星啊嘛。財運方面啦，今年屬猴嘅朋友財運因為工作多啦，自然財運會增加啦。如果有投資嘅就盡量小心投資，唔好貪心啊。健康方面啦，有喪門星同埋吊客星嘅影響心情會容易比較悲觀低落沉重所以樂觀啲嘅就會化解呢啲唔好嘅心情注意下屋企家嘅健康問題啦。至於女性咧，就要注意婦科嘅毛病咯。二方面啦，因為驛馬星嘅影響，工作繁忙，而咧出差嘅機會都比較多嘅，而咧受到粒孤神星嘅影響會感覺孤軍作戰為屬猴嘅朋友工作繁忙多，就會自然得到你理想嘅效果嘅。至於做文職嘅朋友有粒文昌星去幫助咧，文字工作都會比較順利嘅。如果做開創作或者設計嘅，就更加多諗頭多睇法嘅。感情方面啦，因為屬猴嘅朋友受到粒孤神星嘅影響咧，尤其是係男性咧，會感覺比較孤單。如果有另一半嘅，趁呢個機會就出去同伴侶去下旅行，珍重感情。至於單身嘅，就多啲出去結識異性，因為驛馬星嘅幫助下咧，出去咧應該會有理想嘅效果嘅。屬猴嘅朋友啦，今年咧要注意1月份、8月份同埋12月份。